由议员蔡小伟发起，每学康方针诸神爱心协会共同举办的东区绿色学童的奖助学金计划，今年已经迈入第2档，而且伫个110学年度第1学期更加扩大办理。所有东区的国中小，只要符合加收入户，或者是中低收入户，成绩优秀，或者是校体楷模，拢会用来提出申请。只要他有符合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的标准的学生哈，我们特别在国小的部分呢，也希望说帮我们特别注意。理事长呢，他觉得只要在国小的学习总成绩里面有一个90分以上的，我们就有1000块的一个奖助学金。那当然，我们也不希望受限于每一个小朋友都一定要有优异的成绩表现，我们更在意的是他的品性的一个表现。所以我们也希望说，请校长啊，可以在班级上哦，他如果有特别优异表现哦，校替奖的部分就是在品性的表现是不错的，我们也可以不用着重在成绩优异的表现上，才给予这样的一个奖助学金呐吼。帮助这个囡仔，这个代表咱这个社会是往善的力量在前进啊，尤其是不是只有成绩好，我最感动的是看到3个名额都是给校替奖，就是伊只要优好、品性好，都机会得这个奖学金。掌声再大一点，这真正是不简单的想法啦。那最后，我也代表局里面，等一下会致赠一下感谢状给我们蔡一桌跟我们康理事长哈，代表局里面我们市政府啦，尤其是市长也非常关心这件事情的一点点的心意。该活动对去年开始办理，到目前超过200位的学生得到帮助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希望借此抛砖引玉，鼓励社会大众共同来斗力公益。同时嘛，鼓励学生努力来读册。目前该活动由各校统一来收件，并且提出申请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